歡迎大家收睇戀講馬，一個以戀愛嘅心態嚟評述馬匹嘅節目。Hello 啊，大家好啊，嚟到呢個賽後點燈禮嘅時間啦。較早之前出嘅 tips 就係講呢個黑卡嘅安迪資訊啊，同埋嗰個賽馬全方位啊。打比嗰場賽事估唔到就兩大嘅 YouTuber tips 就係又冇影又燈過嘅。當然我 tip 嘅遙遙領先都爭少少啦。其實都捉到呂健威嘅，就捉咗嘅富居遙遙領先。估唔到就係最後就係嘅9號百學飛區贏咗。而雷神嘅包裝福星其實都騎到一絕啦，本身真係冇2000能力，但係就真係雷神就騎到一絕。先講個球星先。其實賽前我都唔係咁睇好，雖然就嗰個賽馬全方位睇好啦。其實上次1800贏咗係冇錯，但係其實大家留意下呢，末段其實艾杜拿都打咗10幾20幾邊真邊嘅，覺得隻馬搏得比較盡啊，上一次，所以就最後就冇揀到。而有目共賞，其實就自己都同黑卡安迪資訊都睇翻一致嘅，但係就跑落去就覺得跟前咗啊。估唔到捉完擺最後，其實原意就諗住佢擺最後，外邊一衝呢就好似捉完個位呢就贏嘅。跟前咗，變咗就末段要衝就唔係咁好，同埋就如果大家細心啲留意末段呢，其實但求開心就封咗佢個位嘅。呢個一段時間先衝咗上嚟，但係人哋捉遠啦，已經喺外邊衝行晒，所以就有少少失望。但係呢隻馬應該可以保留住嘅。至於嘅玩笑呢，就玩笑呢，其實就感覺上就啲人就睇佢過高啊，尤其是1600嗰場贏咗，就同埋2000應該有啲長啊，所以就算其實上次啲人話田泰安騎得唔好，其實艾少禮都差唔多，不過後勁就應該係艾少禮好少少嘅。最後恭喜百學飛區啦。其實如果大家留意翻，其實佢初出呢跑第2呢，輸米奇少少。我其實講就係米奇啊，桃花區其實一直都係個馬應該2000係幾好，但係就隨著佢哋嘅唔同嘅跑嘅路程啊，跑彎咗隻馬，反而百學飛區就叫做喺冇乜人留意嘅情況，一個黑馬嘅情況下，就喺個平凡騎士後面一衝，賺盡嗰個內欄啊，同埋步出形勢呢，奪得今次打比冠軍，值得可喜可賀。你問我下次再出值唔值得留意？其實佢隻馬就唔係用得好盡嘅，當然呢場嘅打比就騎得比較準啦。但係你睇翻，其實前2次都係咁易跑，淨係第一次就初出跑第2，所以如果下次再出嘅話，如果出翻1600啊、1800啊，其實都可以留意下嘅。甚至其實可以嚟緊有啲國際賽，譬如2400米，其實香港2400米嘅長度都比較弱，會唔會百學飛區先係現真身呢？呢個呢都可以期待嘅。以上就係簡單講下打比嘅賽事啦。